前排同女導遊出街撐台腳啊，今次咧就同大家嚟到呢一間位於灣仔盧押道嘅波士頓餐廳，開店60年啦。叫完嘢食冇幾耐，餐湯餐包就送到過嚟啦。港式羅宋湯酸酸地夠足料，幾好味。女導遊嘅忌廉粟米湯普普通通夠晒口身。另外叫咗2個前菜，呢個香辣雞翼夠辣夠脆，幾好食。呢個芝士焗青口下面鋪滿咗薯蓉，上面加埋煙肉芝士一齊焗熟佢。女導遊就叫咗鐵板雞扒配大蝦，勁大份，佢都食唔晒。我就揀咗最有名嘅火焰牛柳，倒完酒就點火，非常之有儀式感，搞到個場興合合啊！最後再淋多啲火上去，拎到上台呢啲火已經差唔多熄晒啦，離遠仲聞到一大陣酒香味添。最後呢，淋埋啲醬汁上去，咁就食得啦。本身呢一個鐵板餐係可以跟埋飯或者意粉，但係食完2個前菜之後已經好飽啦，最後冇加到。塊牛扒好腍好好食，可惜酒味略嫌重咗少少，下次再試其他。